俄勒成的上帝。咱三甲做伙来锻炼第一首是圣诗，第一首圣哉圣哉圣哉，咱请琴先甲咱弹。这首圣诗是曲是舒伯特所写的，伊伫1826年，伊过身前2年所写的一首诗，是德意志的弥撒曲。伫舒伯特一生的中间，伊拢总活31岁。11月19号，1828年是伊过身的日子，就是今仔日。咱会当来唱这首圣诗，咱用谦卑来讹了咱上帝，伊是圣哉圣哉上帝。现在，现在，现在，即兴大主宰。现在，现在，现在，都已显主宰。胸中不是胸。一不是不久，愿我将官的机关受尊重。第三，现在，现在，现在，即兴大主宰。现在，现在，现在，都已显主宰。专念地表天堂，修建为后山。现在，现在，现在，即兴大主宰。这就是是迄个舒伯特所写的曲，弥赛德意志弥赛曲内底的圣哉圣哉颂。伊这首曲诗的内容是讲圣哉圣哉的上帝，这是头一段伊所要描写的。第二段伊所要描写的就是上帝，伊是啥物的本质？上帝是毋是受造的？伊是自有应有，伊是将永远掌管治理、至高受尊重的上帝。伊是全能奇妙、疼痛受敬畏，逐日咱用性命来服侍的上帝。咱咧唱，等下礼拜咧唱这首诗的时，咱用用谦卑的心来仰咱神的上帝来做讹乐甲敬拜。咱第二首要唱的诗是第621首，勇敢坚固信徒。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伊是治理掌管的上帝，所以咱军队最后所的脚步，咱来勇敢向前行，来靠主得胜。咱请琴弹前奏，咱准备心来锻炼这首诗。勇敢的过心多，看呀真艰苦。无论何派的路，但会看有主。虽无是帮日记，反等那有勇气。所希望向前行，
天路，拄着有本相比，生命的包围，叫叫拢无彩当，信用没有当，虽然多条对叠，老骨可注定的，也还给新魂道向前行天路。求主是阮保护的信心帮助，我在行进路顶，通成才英雄，免惊生命风沙，无互环境开野，每日的新闻道向前行天路。等下咱这唱这首诗的时，愿望咱真正是勇敢坚固，咱的心。当唱到最后一句话时，向前行天路，才咱较有胆，真正靠着主来向前行天路，免惊四围四面的风声，无互环境看野。苏伯特伊只有伫世间生存31岁，总是伊所写有600首的歌，有9首的交响乐，有19首的其他伊拢创作1000几首的特样的音乐。31岁的苏伯特，伊细汉时真爽向，伊对11岁开始就创曲，一直到伊死以前。等下咱念的即个幸灾是伫过身2年前所写的信息。咱今仔咧敬拜上帝时，咱用这个信心来互咱心搁较得到坚强。咱最后咱我读圣歌对今仔日所要念的信息，所要念的诗，大家做一个勉励。今仔圣歌对所要念的信息的诗是伫主正做新创作的，咱大家做伙来读一下吼。若踮伫基督内面，旧的拢要过去，正做新创作的人。咱若踮伫主内面，就会正做新。暗暝过去，黎明到，快乐鸟只拢在吟诗，上帝听催逼阮，逐日来决志。当暗暝沉困的时，求你保守阮安静的心，来反省阮所做，照亮阮受造的人。求你怜悯阮软弱的，赦免阮拄起阮的罪，正做新的人。旧的代志拢总要过去，正做新的。逐日我对你有得到全新的快乐，信心大大充满阮，因为你甲阮同行，你的疼，互阮盼望，正做新的人。逐日拢是新，上帝是圣，主要说逐日掌权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咱虽然行过死人的山谷，咱也是充满盼望。咱每一天伫主的内面，拢正做新的人，逐日拢是新的事，新的日，咱来用欢喜，踮伫主，正做新创作的。咱准备心来做礼拜。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台湾新人院奉献主日请咱来利用座位头前的奉献地来关心奉献。
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走甲。大观灵的囝，恁着将因光气力归予主上帝，归予主上帝，着将主上帝名所应该得到的因光归予伊，用圣洁的装塔敬拜主上帝。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一首，圣诗第一首，请起立。现在
即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爱你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是我共同的教会，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32篇来应答上帝话。上主啊，我对深渊求救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为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就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上帝，阮着伫锡安称赞你，搁着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就近你，你是阮的牧者，你互阮倒伫青翠的草坡。互阮到清净的水边，互阮得到新的气力，搁带阮行正直的路。你是阮一生的倚靠，是阮永远敬拜的主。虽然阮的性命伫你的眷顾下面，还算平安；虽然阮所经过日子甲生活，还算会得过，毋过，当阮细致来审查家己内心的事，才发现其实有侪的虚假、惊吓、不安甲讨愧。当阮的亲人离开阮，还是阮失去原来的健康，就感觉身躯愈来愈衰烂的时，阮定定险险袂记得。你是阮的主。透过媒体的报道，阮看到阮所徛起的这个世界，有大正小的侵略的战争，嘛有出伫族群或是宗教无共款的恐怖的攻击，有生活伫丧凶落伍、妖恶的百姓。也有伫极权压制下面生存的百姓，有天灾嘛有人祸，这个拢亲像好狮常常伫阮的周围要吞食阮的心灵。阮要搁一遍跪落伫你的脚前，来承认阮的无知、抢权，阮爱求你的怜悯甲赦免。特别阮即群受你警调的门徒，求你激励阮。虽然阮的气力真正小，也互阮日日坚持跟缀你的脚步，做光做盐，发出基督的香味，做主好的见证。今仔日是台湾新人医纪念主日，阮要恳求你的福气施落伫即个你所设立的学院。嘛是伫148年前创立咱石口教会马街博士，伫100多年前设立台湾新人医的前身有丁学院。
由你赏赐智慧甲温士伫学校的老师、行政人员，互所有学生得到信仰甲学识的培养，通伫未来伫你的教会尽忠的服侍，来培养正信徒，荣耀你的名。主啊，阮要为着阮的教会祈祷，为着阮教会的发展建堂，迫切祈祷，恳求你亲身感动拣选，互阮兄弟姊妹有合一的心，求你坚固阮的心，也鼓舞阮来积极回应你的呼召，通过听人、服侍、奉献，来同心建造你的圣教会。伫上山的所在，只是阮恳求你临在伫阮的圣会中，通过吟诗祈祷，听叹你的话，同心来敬拜你。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只是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Amen.
三甲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帖撒罗尼迦第5章第1节到11节，以台语按日本圣经新约235页。第1节，兄弟啊，论到时期，毋免写批互恁，因为恁家己上细知，主的日到，亲像贼透暝来。人当得讲平安稳当的时，灾祸忽然到伫因，亲像生囝的艰苦到伫有身孕的妇人人一样。因遐个人袂会走离。若是兄弟啊，恁毋是伫暗的中间，你到迄日亲像贼来入伫咱，伫恁，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日时的人，咱毋是属伫暝时的，也毋是黑暗的。第6节，所以咱毋通亲像其余的人得困，要警醒节制。因为困的人是暝时困，酒醉的人是暝时醉。若是咱属日时的，就节制、诚信、甲仁爱做好心行，用得救的愿望做头盔。因为上帝定着咱，毋是来拄着受气，就是要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着救。伊替咱死，互咱或是醒，或是困，甲伊同活，所以着三安慰，三甲建立德行，照恁所着做的。讲道，请陈延良牧师，题目是一更一夜的新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当透过台湾神学院的清寒助理来到伫咱中间，做伙来分享上帝话。而且也真欢喜看到以前，毋是以前，即马伫大专，啊，搁有伫福禄斯公部做伙服侍的同工。伫过去的一两年中间，伫咱的即个世界内面，真流行即个多重宇宙的观念，多重宇宙的观念。就是讲哦，伫现在咱即卖的时间，甲即个空间的中间，伊是存在另外伫一个所在有另外一个时间，甲一个空间的迄款的观念，甚至是超过一个的存在。安尼其实咱在咱想讲，为虾米人类开始对即款的即个无共款，甚至是即个咱讲的即个平行存在的时间甲空间有兴趣，还是讲对即个？即款的存在有做即个想象，还是讲想象，还是讲即个甲即个期待，这是毋是会当讲咱感觉讲咱伫咱现在即马所的时间甲即个空间的内面，咱其实望会当有一点点的可能性来拍开咱即马受限制的即个生命。伫即个希腊的世界内面，对伫即个时间的想象有两种一种是永远的，就是会当存留伫即个，就是一种即个超越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感觉时间因认为时间是一个历史的即个循环一遍一遍循环所以咱讲即个日光之下无心事日光之下无心事，其实就是即个意思，就是历史就是亲像安尼一摆搁一摆搁出现伫咱的即个生活的内面。毋过其实对宗教来看，其实咱嘛会当看做是一种咱的时间的即款的观念，因为咱伫咱的现在受限制的即个生活内面，咱望会当建立一个永远的、一个超越的迄款的存在的内面。所以其实宗教对即个角度来看嘛是共款的。譬如讲即个佛教伊就是一遍一遍
的即个轮转，就是咱即马即边的时间内面，我希望我会当透过伫即个时间甲空间的存在，我会当超越到伫迄个完全无的迄个存在。总是我无法度，所以我后边搁一摆，搁一摆。所以对佛教来讲，迄个时间是轮转，一摆搁一摆。总是咱的基督教其实无共款的，基督教的时间是线性的，是一直往头前要行，一直往头前要行，行到倒位去，行到甲上帝永远同在迄个空间甲时间的内面。咱的圣经对旧约开始就讲，上帝大佮惊的日子要来啊！主上帝荣耀降临的时刻要来到伫咱的中间。一直到伫新约，耶稣来，伊嘛是安尼甲咱讲，耶稣伊要过来，是完全的，是荣耀的，是新的天，是新的地要来，要来到伫咱的中间。耶稣要过来，这个时间是咱所盼望的日子，对吧？咱所盼望的日子，是咱的生命会当伫这个受限制，会当超越咱这个受限制，来到伫这个永远活的时刻。所以，咱的时间就一直行伫上帝要临在的即款的日子的内面。所以，其实对耶稣来到伊离开，然后讲伊要过来，即个主的日子就变做基督教世界一个真重要，其实也是真困扰的问题。因为人人拢期待耶稣伊紧紧过来到伫咱的中间。所以对这个日子，咱就有真大的兴趣。毋过，其实咱即马来思考这个日子，甲这个第一世纪的这个基督徒、这个兄弟姊妹、初代教会咧想这个日子，其实是无共款的。因为对第一世纪的初代教会兄弟姊妹来讲，因认为耶稣真紧就会来，甚至伫因活地的时阵，就会当看见耶稣伫咱中间。咱即马敢有可能有即款的想法？伫你活地的时阵，耶稣就会来到。我相信咱即马大部分的基督徒的想法，毋是我伫活地的时阵，明仔载耶稣就来啊。有可能是我死了后，耶稣才有可能会来。甚至我嘛毋知影耶稣什么时阵伊会来，所以我感觉无要紧。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毋是安尼，因认为耶稣讲的。你讲你要紧紧搁来到伫阮中间，就是你紧紧要来。所以伫即个保罗所写的即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内面，保罗安尼写，伊讲命令一个出，天使的声一个话，上帝的喇叭一个响，主本身就会对天顶降临。这会使以前已经信基督的人为大声搁活。然后，咱遮的要活地的人，拢会甲因做伙受接去分来，伫空中甲主相见。意思是啥物？保罗写批互帖撒罗尼迦教会兄弟姊妹讲，死的人会伫即个日子搁活，总是咱即马要活地的人也共款会受接甲主永远伫。所以你保罗所写的批示，你就知影讲，因咧表达的是主要来的日子是有可能伫我活地的时阵，耶稣就来到伫咱的中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伫帖撒罗尼迦的经书内面要讨论有关死去的人搁活的问题，因为因认为主上帝真紧就要来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对因来讲就是一个困扰，因为耶稣来之前，我已经死去啊，安尼要安怎？耶稣来之前，我已经死去啊，要安怎？所以保罗就写批甲因讲，免烦恼，因为这个日子来的时阵，已经死的人会大声搁活，然后咱活地看见伊来的人，咱嘛会做伙甲主永远的。所以保罗伫这个第4章的13节，就来讨论有关主会过来这个议题。保罗强调，无论是死还是活，伫主耶稣过来时，死去的，保罗讲是困去的人会大声搁活，然后是咱遮会得活的人，要受接甲主永远同在。伫今仔日咱所读这个第5章的经文，
就是保罗继续更较详细来讨论即个日子。保罗伫即段经文有讲吼，有用两个即个例来即个描写主过来日子的即个特质。头一个伊讲，主的日子会亲像贼仔暗时偷偷来。即个讲法其实甲耶稣伫福音书内面所讲的是同款的。耶稣嘛是讲，即个日子要亲像贼仔要来，无人会当知影到底是啥物时阵。耶稣甚至连伊家己讲，伊也毋知只有啥物人知影，只有爸上帝知影即个日子要来时刻。所以咱会当讲，伫保罗内面所讲的头一个特质就是不可知，不可知，就是咱无法度知影到底是某一个时间，还是某一个时刻。虽然对初代教会兄弟姊妹来讲，是有可能伫因的时代就来到伫因的中间，总是到底是倒一个时间点，是无人会当知影的。贼仔来到因的内面，一方面表明忽然，对无？忽然。另外一方面是表明啥？表明人掠做安全的时阵，我感觉我真安全嘛，对无？我的厝真安全，总是贼仔哪会来啊？一方面是忽然，另外一方面是我掠做我真安全的时阵，这个代志就发生啊。其实这个譬如对咱来讲，咱已经应该会当感受最即款的这个特质，因为最代志发生伫咱的生活中间，其实嘛是安尼，伫忽然，然后伫咱感觉安全的时刻就来到。比如讲过去3冬发生的这个疫情的这个状况。是毋是就是忽然来到伫咱中间？是毋是咱讲咱的世界、咱的生活、咱的环境，拢是真安全的？无啊，毋是呢，毋是安尼。所以，即个主的日子发生的特质，就亲像安尼，忽然常发生伫咱认为安全的所在、甲安全的时刻。主的日子要来，也是亲像安尼。第二个特质，保罗讲，人伫讲平安无事的时。灾难亲像散发吹电的疼叹，忽然临到因，无法度通逃避。保罗意思是强调，这一定会发生，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代志。就亲像富人在面对这个生产的过程，是一定会经历真大的疼、真大的苦。会当有家己的生囝是真幸福、甲快乐的代志。我相信咱中间。咱做老母的，拢经过即款的过程，看见即个细囝，咱真欢喜。总是咱拢无法度袂记迄个生产的过程，迄款的疼，迄款的即个过程。总是保罗讲，主的日子就亲像安尼，因为你怀疑了后，你知影生产的日子一定会来到伫咱中间，一定有迄天是要生产。所以第二个特质是啥物？就是必然，一定会发生。主的日子一定会来到伫咱的中间。即款的特质也毋是讲伫咱中间即款有灵人，也是讲咱怀孕要生囝的过程。咱的人生到底上路尾一步是啥物？就是死亡。死亡其实嘛是共款，咱敢有人知影我倒一天会死？无，总是死亡一定会来到伫咱的中间。咱无法度知影是倒一天，总是咱知影一定有迄天。面对死亡，也是有侪痛苦，也是有侪艰难，也是有侪目屎。总是咱着知影，即天这就是主的日子要来迄款的特质。主就安尼，保罗就安尼来描写主的日子要来到伫因的中间。总是头一个是啥物？咱毋知影。第二个是啥物？一定会来。总是一定会来时阵，保罗用这个富人人生产的过程，互咱有感觉一种惊吓、痛苦的即款的感觉。这种是保罗要互大家真着惊吗？互大家都着惊，甲伊吓惊讲啊！教会兄弟姊妹，主的日子来就亲像安尼，你毋知影，总是一定会来。无，保罗是提醒教会兄弟姊妹，你毋是伫黑暗中。迄个日虽然亲像贼仔忽然来，
保罗所讲的这个日子是袂亲像贼仔来到，因为伊要提起教会兄弟姊妹，对所有军队耶稣的人来讲，这个日子是噩梦的日子，这个日子是永远完全国外的日子。所以对咱来讲，迄毋是惊吓，迄毋是痛苦，迄毋是艰难，迄是欢喜，迄是庆祝，迄是你伫遮听候主啊，你来啊，主啊，你来迄款的心情。保罗所讲的是即款的，毋是伫黑暗中的，是伫光明的内面来仰望主的日子来到伫咱的中间。所以保罗讲，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是日时的人，恁毋是属伫迷失，毋是属伫黑暗，所以恁就毋通亲像其他的人在困，要醒醒，要警醒。即个主的日子，好亲像带着即个妖异。带着这个条件，总是保罗爱教会兄弟姊妹，就坚持来准备迎接这个日子来到。所以保罗伫这个经文的后面，就用这个穿军服来说明这款的准备。穿军服随时是你准备要就这个战场的军人同款，穿好这个保护的这个器具，戴好这个头盔，做好的准备。毋是伫迄个惊吓、即个戆影的中间，忽然发现讲啊，主你哪会来啊呢？毋是，是我已经准备好势，我已经准备好势面对主你仰望的日子来到伫咱的中间。所以对保罗的分享看起来，对伫每一个军队耶稣基督的人，有关即个日子的答案，其实是现在，是咱的现在。就是咱即马所生活即个时间，咱生活即个空间。耶稣基督要过来，带着完全的荣耀甲国我，这是上帝所授予的恩典甲使命。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上帝无安排咱着受刑罚，是要互咱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救。因为这个日子来到的时阵，就是永远甲主同在的日子，是咱会当欢喜、咱会当庆祝的。兄弟姊妹，无阁需要来惊吓，因为咱已经做好的准备啊。咱的心内敢有这款的确实，咱已经做好的准备啊。就是照保罗所讲的，伫咱的生活中间，彼此宽免，彼此扶持，彼此造就，尽咱的本分做好耶稣基督。改换咱称义的身份，听上帝，搁听厝边亲像家己，这就是咱已经照安尼来生活的款式。有关这个日子，其实伫教会历史内面嘛真趣味吼，因为有时咱真正放毋到这个焦点，这个所在，因为伫1847年吼，1847年吼，就有一个教派的领导者就讲吼。迄当1847年就是主要过来的日子，啊，毋过真趣味的是，伊家己调整这个日子到伫1914年，1914年，然后1914年迄天，伊讲的迄天过去了后，大家发现讲耶稣哪会无来？啊，毋过伊的即个说者，即个教派领导者坚持耶稣迄天已经来过啊。只不过是咱拢无看到，所以因讲耶稣袂过来啊，耶稣袂过来。这个故事伫迄个时阵有可能是大着要惊的代志。这个故事到伫现在咱听起来就笑笑，因为咱拢知影，迄毋通信嘛，迄毋通信。所以其实咱对耶稣来的日子，咱看毋到迄个焦点，咱拢在敲找到底是虾米款的日子，总是。无论是耶稣，还是保罗甲咱讲的，有关这个日子，咱爱做的是啥物？是准备，是准备。咱关心日子时间的问题，总是咱应该爱关心的是准备。这是耶稣伫福音书互咱的启示。为虾米伫这个日子是无法度知影的，也是一定会来的。重要的毋是去计算到底是倒一个时间，是咱爱怎样。咱逐工准备好势来迎接，即天有可能就是等一下就来到伫咱的内面。当咱教会知影学院要派我来到咱中间请安报告，其实我就马上接到牧师交互我的通知，
内面有咱教会礼拜的时间，也有讲完爱注意的代志，然后也爱互我会当互教会所讲道的分享的资料的即个时间表。所以无论是教会，也是我知影今仔日11月18号要来伫咱教会中间请安报告，请问重要的是即天吗？毋是，重要的是伫即天的进前，咱所有的准备是啥物？教会需要牧师的讲道的资料题目，因为圣歌队会当找一首下伫英文下伫题目的即个诗歌。咱的诗会会当早早就准备讲完伊所准备的即个经文是啥物，所以即个时间是啥物时阵就要准备好势。第4季开始的进前，就要互教会遮所有的资料，咱的经文的题目的即个所有的一切，这拢是准备。重要的毋是即天，是即天来到以前迄个准备。今仔日代表台湾神学院来到伫咱青安中间青安报告，神学教育嘛是一款的准备，准备咱的教会，准备遮真侪来愿意献身的遮传教者，受好的造就，受好的即个培养，然后到伫台湾无共款的社区来诚做甲教会兄弟姊妹做伙同工，做伙来服侍，做伙来引传，然后宣扬主上帝福音。台湾神学院愿望会当伫敬虔、伫栽培、伫宣教的中间，来帮助遮的学生，因受好的造就，然后对伫上帝有一个真大愿望迄款的确信，然后受分派到伫无共款的地区，去诚做教会的帮助，诚做上帝的工人，这拢是准备。神学院的准备当然包括艺体设备的即个改进甲更新，这当然也需要金钱。总是上重要的是，学院对伫内面受造就的遮学生，迄款的准备，毋仅是准备伫栽培，是准备伫迄个对上帝的确信，然后对上帝耶稣服侍迄款谦卑的心志。对教会来讲，嘛是一款的准备，因为咱参与伫升学教育的中间，咱有可能无法度去读册，总是咱会当为着咱中间遮的升学生来祈祷，咱会当为着学校的遮的老师同工来祈祷，咱有上帝互咱有侪遮的产业，咱当然会当也奉献淡薄仔金钱来参与伫升学教育的中间。其实这对咱来讲，拢是咱会当伫即个耶稣要搁来日子进前，咱毋知影，总是一定会来的时阵，咱的心迄款的急迫性啊，迄款的急迫性，初代教会迄款的急迫，其实超过咱的想象啊。所以伊咪感觉讲啊，耶稣来进前，我已经死去啊，要安怎？咱敢有即款的急迫？咱敢有即款的急迫？教会保罗互教会兄弟姊妹一个安稳的鼓励，因为主的日子来到是完全的果我，是完全甲主同在的欢喜。咱的心内也有即款的愿望，也有即款的确信。所以咱的问题毋是时间的问题，咱的问题是咱要怎样面对即个时间耶稣来日子的问题。咱现在甲初代教会兄弟姊妹无共款，因为因认为耶稣真紧就要来啊。咱是感觉安怎？耶稣啊，你已经袂遮尔紧就来吧。所以因是伫烦恼、犹豫、惊吓来面对即个问题。咱的问题是啥物？咱伫咱的习惯，咱伫咱无要紧，咱伫咱的即个贫惰的中间来面对耶稣要过来的问题。无论是倒一种，保罗写批互帖撒罗尼迦教会兄弟姊妹，也写批互现在即个时代教会的提醒是啥物？就是准备好势，准备好势。咱的准备是啥物？咱的准备是啥物？我知影咱教会将来要去新的礼拜堂，这嘛是一个好的准备。因为伫即个夜市啊，即个社区，咱会发现讲，咱即个艺体的设备已经无法度来承受伫即个所在福音的需要，所以咱愿望会当做伙来起一个好的礼拜堂，奉献予上帝，为着是啥物？是准备
将来会当来承接伫即个地区、即个社区，搁较侪的福音的事工。这是咱的意向，这嘛是咱的准备。总是伫礼拜堂还未起好进前，咱也嘛会当继续准备好势，伫咱的服侍中间来彼此相听，来准备，用咱的彼此劝勉来准备，用咱做社区的服侍来准备，用咱做交代真侪兄弟姊妹来到伫咱的中间，无论是细汉的读册，还是年长的，才会伫即个教会内面，拢会当做伙来领受主上帝的听谈，拢会当受欢迎来到上帝国的内面。这就是咱主耶稣基督来到咱中间进前，咱生命的准备。就亲像主耶稣献就伊家己同款，伫听的内面，咱也学习看见人的需要，才若人欢迎人，因为耶稣也是安尼看见咱。才若咱欢迎咱，伫上帝珍贵的恩典的内面，互咱拢得着救。咱做伙下头来祈祷。好调人军队主，阮感谢你，你伫恩典的中间找见宣教师。伫台湾即个水的土地做好的准备，来起造侪教会来宣扬主的福音。主，阮感谢你，互我会当也领受即款的恩典，也诚做主上帝你的同工。主，你的圣心伫阮的内面，透过你的话，搁一摆提起阮的生命要做好的准备，因为阮心内所期待、所渴望的是主你紧紧地来到阮中间。是迄个阮渴望伫阮活地的时阵，阮就会当去经验到迄款完全的国我甲主你永远同在。总是主，阮也学习即款听候的操练。伫阮听候的过程中间，阮也继续来服侍主，服侍你所引带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阮感谢你，互阮有侪的资源。阮也感谢你，互阮兄弟姊妹有共一个心志，因为圣神伫阮的教会中间做好的工，互阮拢愿意献就阮的生命。主，阮相信，阮毋是伫惊吓、伫戆囝的中间来赢一主你的临在，阮是伫欢喜，阮是伫庆祝，阮是伫确信的中间赢一主你来到阮中间。愿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教会，祝福伫阮的内面。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日时的人，咱毋是属地暝时的，也毋是黑暗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节。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日时的人，咱毋是属地暝时的，也毋是黑暗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621首，圣诗621首，请起立。
请赖玉凡执事、赖宜嘉执事、施淑胜执事来负责奉献。起立。真济消息报告。第二点，今仔日是台湾新南医奉献主日，特派陈彦良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陈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四点，宣教所今仔日中昼12点要举行赞美操福音大会，2点到2点半要举行宣教分享祈祷会。小组甲牧区的消息，少年团契定伫11月22日拜三上午10点举行团契聚会，邀请后英男医师主讲我的宗教巡礼，请客友参加庇佑午餐。奉献的部分请若有错误，请向中集来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事工事项者，请家己详细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家。好，咱今仔日是台湾新航医的奉献主日，嘛请咱为着这间学校来关心、来祈祷。好，咱嘛为着咱中间的姊妹秀恩姐妈妈，伊伫顶礼拜来过身，做定11月27号要伫第二殡仪馆2点礼拜，12月2号要伫东湖教会举行告别礼拜，咱嘛为着遗族来祈祷。这是咱来代祷。咱来为着世界，吼，咱看见
真侪所在战争，咱恳求主的怜悯，也恳求主赏赐智慧，互遮个统治者、遮个掌权的遮个政府，互因会当有真正的智慧，会当来寻求和平。咱嘛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为着各地宣教的宣教师，为着咱建堂的事工，为着华人的姊妹配营甲援营，为着带院的兄弟，为着林水长老来祈祷。林水长老伊跋倒，所以伊的空喙有感染，所以即时你带院伫遐来拍迄个抗生素，所以咱嘛为着伊的复原来祈祷，为着庆丰兄来祈祷，伊不时会发烧，所以咱恳求主的怜悯。咱嘛为着身躯欠安的肢体，咱为着清真兄、信实姐、慧玲姐、明德兄、白长老娘、秋菊姐、阿卡姐、西江兄、明珠姐、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俊成兄。赵雄兄、应轩、张老师、龚基姐、陈其雄长老、伊利、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幼庄兄、李雀老师，咱开喙为着遮个事、遮个集体来祈祷。遮个肢体带院的伫厝理疗用的，因为主恳求你伤所因溃烂，以来的医治，有样要为着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你的牺牲，互阮会当成做一体。主恳求你帮咱，互阮伫祈祷的事的顶面，也阁会当有较侪学习，互阮毋若是干那为着家己的事祈祷，互阮也会晓为着集体。为着教会，为着世界一切所需要的遮个代志来祈祷，阮大心为着阮的肢体来祈祷。主恳求你保守，平常时伫处理疗养复健，也是接受治疗的兄弟姊妹，恳求你，互因有健康的身躯，也互因有对你来的信心，特别久长的病痛。主恳求你来保守帮助因。阮也为着带院的林水长老庆福兄来祈祷。主恳求你的医治，互因完全恢复健康。主也恳求你保守伫病院照顾因，或者个厝内人，也赏赐互因有快乐。我嘛要为着怀孕的姊妹配营、原因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个姊妹，互因甲因巴肚内囡仔拢有上帝你的扶持。也为着阮的教会事工来祈祷，阮有侪的事工、宣教的事工、社区的事工，也是教育的事工、礼拜事工。主恳求你拢保守阮，阮也特别为着阮建堂的事工来祈祷。安尼的事工看起来非常的困难，总是主恳求你，互阮同心合意，会当来完成主你的圣工。阮也为着阮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来祈祷，特别阮看见伫即个真变化的时代，阮真侪宣教师伫无共款的位置伫遐服侍。恳求主，你就赏赐因教业的快乐，也保守因甲因的家庭有平安，互因所做的工有效果。阮也为着台湾来祈祷，主恳求你帮助，互阮看见，毋若是政治上的混乱，主阮也真侪台湾人的心欠缺平安。主恳求你真正的平安会当赏赐因，主也透过阮遮基督徒，将你的喜乐平安会当带互阮四周围的朋友。主也恳求你保守即个世界，帮助即个世界。真侪的所在有战争、有灾害，有真侪人伫受困着的中间。主恳求你也保守，互因会当有对你来的安慰，对你来保守，也兴起搁较侪基督徒，兴起搁较侪人会当来关心遮个事，为着遮个事来祈祷。主，阮也为着今仔日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祈祷，恳求你继续保守即间学校，无论是金钱顶面的欠缺，也是祈祷，主互阮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主，阮也为着兄弟姊妹未来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天气有真大的变化，恳求你保守，互阮兄弟姊妹有健康的身躯，有勇壮的心心，会当继续伫遮为主来跑走头前的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诗、圣诗391首，吟诗刷，请陈美玲牧师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